掩盖客舱的神秘面纱，行到戏棚下真实记录。我係唔一樣，一啲好看戲劇嘅新聞主播，我能談論客艙人嘅腳步，對台灣到世界，對表演到內在靈魂，看到人呢堅持同熱情，發現真有意思嘅幕後人生。講到馬戲，唔會問到乜嘅呢？嗰種乜嘅旅遊嗬，像鐵雞啊、插巴戲啊、阿楚啊、魔術啊，特別係有動物的。第八人嗰種旅遊特異功能嗬，做到嗰度一般人做唔到嘅動作韓國表演。無論是喺嗰邊，動態嘅台灣馬戲又係用嚟用嘅呢？今日叫我嚟了解。為到韓國了解台灣嘅馬戲，我今天要先屯基本功練好。故所我請到一個專門訓練眼神、手腳嘅先生陳成俠先生，其實係世界有名嘅太陽馬戲團嘅成員。聽講佢對訓練眼神、手腳各有一辦法。陳成俠係台灣少數一個國際有名馬戲團嘅後生人。是用10年的打拼，團隊舞台嘅熱情，得到夢想嘅證入。也係移歸到台灣，創作特別的集體表演，所有名係唔講實派。也係拜六早晨9點半，我先後路係最有名嘅成俠先生、信和老師，因為我哋推學馬戲，我無法想象我們等下的課程會是什麼。應該是說，它是。體操訓練是馬戲很重要的基本功，所以呢，我們等一下要來看看你適不適合加入我們。但是我覺得沒問題的，好，因為在我們的訓練裡面，你只要可以走路，沒問題吧？是，可以跑步，是，沒問題。你可不可以跳起來？可以，現在跳給你。好，那沒問題。那接下來呢，再做2個動作就好。第一個是，我們先把手放在地上，好，手指頭張開來，好的。然後呢？把後面腳伸直，伸直，這樣我們重心就放在手上了。可以摸到自己的鼻子嗎？有一點難度。可以摸到自己的鼻子嗎？可以 give me time 嗎？耶，好，看起來沒問題，可以撐。最後一個這樣子。好了，你已經通過第一個測試了。第一關。好，再來呢，先單腳站，變成稻草人。好，沒問題。可以，然後慢慢變成飛機。1、2、3、4、5、6、7、8、9、10，好，再慢慢站回來。哦，厲害，可以，沒問題了。今天可以加入我們了，沒錯，現在就可以了。今天課程應該很簡單吧，很初階的，對不對？等一下有3個小時，你慢慢體驗一下咯。3個小時。對，不過我們會慢慢的從很仔細的轉身開始。等一下的練習啊，如果你覺得很恐怖，很累，很緊張，很害怕。隨時都可以暫停，因為我們這堂課的核心精神是要快快樂樂的來上課，平平安安的回家。哦，這很重要。對，任何人都可以參與這個體操的練習。很棒哎，很期待等一下會是什麼樣子的課程。好的，沒問題。好，非常期待。等下3點鐘看那生涯人的課程，我會用嚟一起。好，好嘿。成俠先生喺上課以前，都有本嚟功課，本來先看了伊嘅上課樣片，感覺有些難呢。大家做得先期待一下，看下我有嘅材料對伊哋馬戲有班，經過成俠先生3點鐘嘅訓練，都會係武林高手麼？好的，差唔多開始上課啊。其實初本已有看一下樣片，嗰度通常係冇做過，唔知今年會係用嚟情形，唔知係咪算緊張，因為先生如果唔是緊張啊，故所如看下身底下嘅情形呢。所有有關眼神嘅訓練，一定重要嘅頭一步，都係愛先聽筒同規身嘅運動到來，安尼眼神愛存在未張卡改，同時撒下來愛做乜嘅動作，未能夠唔會錯上。3，重心往前，然後抬頭看天花板，回到中間，手放在頭後面，向右旋轉，看到白色牆壁，踩穩，抬手，預備，往
往上，手在往后的时候，肚子往前，肚子往前，就有一点点下腰的 feel 了。看到墙壁，保护你自己。对了，我会救你。起，重心回到前面。那你刚才靠在我的手上很多，慢慢的要自己踩稳。第4次，预备，4，很好，5，这样就有一点点挡力了。那你做你觉得最安全的样子，手摸在地板上，摸头地板。1，就你一命。2，手伸直。3，轻轻落地。好，休息。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做的，只要可以撑，然后再来就移重心，然后就越跳越高。体力嗰種冇講踢出來，不過有嘅柔軟度唔好，如嘅從後背嘅路冇嘛做得，啊有嘅事情係以前冇做過，嗰種冇困驚嘅其實唔啲出㗎。嘅姿勢都帶有一處嘅，有一唔錯嘅，先生嗰個教，唔啲行嘅嘢同我送物嘅，會好奇。基本嘅暖身做好過後，接下來成合先生要求藝人來學通屈，來學通屈盡量臀身嘅表帶到強地面，天天嚟引爬能去。走。5、6、7、8、7、2、3，变成飞机，保持稳定。1、2、3。連連散散嘅練習，對重心都穩定，也就看起來像你一簡單嘅訓練，短陣會同我訓練到過等陣係，我有的會唔信呢。对，开始，让身体保持稳定。最後3步，最後2步。你係動作做唔好，不過也唔係非天氣㗎。如像先生講嘅，你一開始做當然唔會做到以好，不過嗰個動作嘅訓練，我感覺會輕啊。其實對跳舞嘅訓練也會好。我講我特別來吹音符啊，節目出外見，其實對我自己跳舞會有幫助。傳導誒。體操訓練其實就是你要讓你的身體做重心的轉換，我們走路也是重心的轉換。那之後你可能要做後手翻，就要做更多不同角度的重心的轉換，或者要做倒立重心的轉換，要做跳、做前空。那我們是幫那些做準備。就是好像你要控制身體，就很知道你現在身體會到哪裡。對，然後在各種姿勢的穩定。平衡、協調性，對，還好嘛？你看都還沒有流汗，應該是有冷氣哦。頭到咱本人小講冇出汗，成合先生兩次路團訓練嘅節奏變過夾噶，所以有人都用走得嚟哦。好奇就是你是學傳統戲曲的，對。馬戲是怎麼走到你生命裡的嘞？我是生旦淨丑裡面學丑角的，然後有一次我們一個老師，他是教表演藝術概論的，他就在課堂上跟我們分享了很多各式各樣的表演藝術。可是我自己就在想象說，哦，我接觸過傳統戲曲小丑的訓練了，那西方小丑訓練是什麼？想要知道西方的大帥。最一開始是這樣子啦，那可是。你在那裡面一直嘗到自我實踐的這個成就感，你可以丟5顆球了，你可以做更難的體操動作了，哦，你通過太陽馬戲團的甄選了哎，然後你一直在突破那些我從來不覺得我可以完成的事情，那當然會一直樂在其中。談論成合先生分享以自家係用嚟做到嘅心情。也蠻揾藝妹來挑戰一下，看那人生前途做得展現當中呢，隔天來吃展現到看啊。身體縮小，再縮小，你離地板越近會覺得越安全，然後看自己的肚子，哦，超棒，哦喲，太棒了。
上，你没有翻过去了，你是停在上面，然后再跳下来。为什么啊？好奇怪。踩，哎，对，刚才其实你已经移过去了，那另外一只脚抬起来就可以。对，走。哎，对了。好，我做的对。踩右左，对了，还有3个。踢到一点。是的，最后一个。好，休息喝水。最后挑战，我觉得是因为很多动作，像那个前滚翻，对你其实要推一下，然后刚好越过那个头在最下面，我觉得那是一种克服一个，对，会怕怕的。但是你推越快，头就越不会着地，可是你又不敢推，我觉得那很多种时刻。上次年某周也给如要么那么个大听到，不要随便在镜头前面暴露自己的年纪。你怎么听得懂？鼓手尤其我用赤脚安尼变的啊，会强强的。今年上4年过后可以再做感觉嗰种几多反射的时间，还喜欢喜安尼，觉得像回到童年这样。咱挑战是站傾到，對我來講，韓國電影樣嘅向後打無帶傾到，你會開始嘅，所以我帶出來無呢。坐椅子躺在我手上，倒。是的，肚子挺起来。再一次，1、2，倒。肚子挺起来。我的手放松，把自己往后带。棍子，坐椅子。2，躺在我手上，差不多。好，那接下来就可以再飞高一点。好，1、2，起飞，放松，还好吗？位置，坐位置，轻轻的往后躺。这个垫子的好处就是，如果你的力气给的不够，它会协助你，它帮你收。来了，坐椅子，坐越低就会离垫子越近，然后往后躺，轻轻推地板，跳。地板的时候手就要准备撑住自己的重心，然后再跑回来。1、2，起飞！果然还是要生气。要推垫子，要推地板，跟地板接地气。1、2，飞！很好，不错，再少1块。真快些，可以大家看到我按硬教的動作，俾到一部大家我行起同學長者唱出來，本大家看啊，以能的動作有一流量嘅。你为什么会来上星河老师的课？因为我本身有练一个巴西的武术，然后它名字叫卡波耶拉，然后它里面有一些翻腾的动作，就是很像体操的那些类型的翻滚。你觉得你在这边学到主要有学到什么？很多身体训练的部分的技巧，跟一些安全去保护别人的措施，还有保护自己的措施。所以这个是你来之前可能没有想到说会另外额外学到的吗？因为很多别的翻滚的老师，他们可能不是科班出身的，那他们可能是跑酷啊，或者是极限武术的。那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比较缺乏，这样子。所以星河老师是这方面比较厉害的。手上，对了，把膝盖伸直，肚子挺起来。好的，最後一次，走，休息。成合先生多多嘅天天嘅現代研究，我哋迷路唔會講，真見到大盤劇咧。經過悠悠版嘅體訓，冇想到我真件會做嘅呢。地板漂亮，你做得非常好。比到嘅韓國了解馬戲嘅內涵，我哋咪談論成合先生講下幾多伊嘅路卡，因為把戲伊嘅路卡，都看到因內旅遊同馬戲有關嘅書，韓國各種東西，搶求嘅都有亞種。
超多球，没错，而且所以它材质不一样吗？每一个材质都是不一样的。哦，为什么会要用到不同的？是针对不同的性质、表演性质吗？最一开始只有球吧，然后有球了之后，他们就会希望，那这个球可不可以弹地板呢？那弹地板的就以前是用橡胶，后来变成矽胶。这个里面是有装一点点沙子，但是它的皮是软的，所以掉到地上的时候就不太会滚来滚去。那比如说啊，我丢了啊，失误要捡就很好捡。可是它有一个缺点，我不好 rolling， 你看它没有办法很顺的滚，摩擦比较，因为它里面的配重不是稳定的。这个呢，这个就是掉地上不太会滚，可是如果我要把它放在身体上，要让它滚的话，它又是可以很流畅的。真的发明这些的人好厉害啊！对啊，对。来就来到成合先生的路卡位，不是讲每天错爱管下机会来提高咁福地位。好的，今天我们就要挑战在5分钟之内学会丢3颗球，真的。左手拿球。好。那你有没有上过数学课？有。学过三角形？是。我们要做一个锐角三角形，这样哦。丢接。就是接一点。对。很好，没问题。下一关呢是要这样子，丢碰到顶点的时候，同时拍手，接，丢，接，这样子，丢，拍，接，对，很好，可以拍一下。它的方向我好难。那可以拍一下，可不可以拍2下？这样，丢，拍拍，接，丢，拍拍，接，丢，拍拍，不要紧张，接，哎，然后换边，丢，拍拍。接对了，再试一次，很好，很好 ，OK， 没问题了。一只手拿1颗球，这样子对不对？没问题哦。等一下呢，丢起来了以后，它是飞起来了，是，丢接这样，丢接，这只手这样，3只手指头露出来，对，嘿，好，丢接，碎啦。第3个步骤是要这样子哦，丢拍接。拿着手上的这一颗球，这样丢，拍大腿一下接，打叉叉，右手要勾回来，打叉叉，然后准备好了才是1、2、3。其实它的节奏是很稳定的。虽然成合先生讲有量都係愛吞球嘅，結果高一些，動作會個強一些，是講個改做唔錯噶，也是在很難哦。這3粒球嘅都很難呢。我最難想象表演馬戲嘅人上來愛練一機會下，等到成合先生推出太陽馬戲團模特嘅表演呢，回到台灣過後，有了解到很多乜嘅呢？什麼時候你覺得，我就是要做這個？什麼時候覺得我就是要做這個哦？可以賺錢的時候啊。但是我也覺得這個就是讓我開始走下坡的時候。我們去歐洲參加了一個活動，叫做歐洲早早大會，那是幾千個同好在一起交流的。我是那裡面少數有去過太陽馬戲團，臉有被印在計程車上面的人。照理說，我應該很了不起吧？沒有。突然在那裡跟那些同好在一起交流的時候，我覺得我好臉紅，好害羞哦。因為當我得到大家的關注之後，我的注意力或者我的對這件事情的喜好，再也沒有這麼單純了。那些弟弟都做得比我還強，他們的基本功都比我更扎實，他們還是很單純的覺得，這個很好玩。我每天都在想，啊，我的粉絲專頁有誰來給我按讚呢？我今天 po 文有沒有人有分享呢？我還是不是大家喜歡的那個熱血的人呢？所以我覺得自己一直在消費太陽馬戲團這個經歷，其實是很空虛的。你的演講都很勵志，可是我另外一方面都會想說，每個人都一定會有脆弱的地方。是。那當你一直用很勵志的方式去呈現的時候，那個脆弱就會你沒有辦法讓大家看到。它可能包括你說創作上，跟你在面臨，因為我們就是會面臨很多讓我們脆弱的事情。那這個是不是也影響到像你剛剛說，你在創作的時候，可能你就會遭遇到一定會有一些不理解。或批評，可是因為那個名氣讓你，就是沒有辦法。等到我有名氣的時候，我再也沒有在創作了。大家以為我有在創作，但如果你很廣義的來講，我辦的那些活動，那個都是我的創作啊。可是就在舞台上面創作，
完全没有了。因为就像你说的，那我会有包袱我会觉得我是不是不可以让大家看见我不完美的那一面？其实，我大概很受关注的时候，就是从2011年太阳的故事，然后回来又去 TED， 又有公司的专访，又有什么台湾之星什么什么，我一直都很幸运的得到大家关注。可是越这样，其实我的内在会越空虚。到16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策划一个艺术节，那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做得怎么样。可是如果我在演讲里面会告诉大家说，我们要相信自己，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勇敢。自信的来源其实是来自我们完成每一个自己做不到的任务。那我应该要做看，我应该要去做那个艺术节。然后，做了那个艺术节，哇，又收集到了另外一个里程碑了，你就又有勇气再继续做这个东西。陈合先生唔但唱係搞麻戲，美屯麻戲文化發揚光大。2017年12月底，陳合先生做未來麻戲聲音廠嘅總策劃，邀為來自10個國家嘅80位麻戲藝人來到台灣。也下路來看啊，今日有哪道精彩嘅演出。我們邀請來的國外團隊都已經是在國際上受到矚目的，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已經非常成功的，也受到肯定。然後他們自己本身的實力，或者說他們累積的經驗，都是世界級的。然後當他們跟台灣的團隊放在一起的時候，台灣的團隊就會覺得說，好像我們都是在跟國外的模仿這樣。那其實我覺得不是這樣，因為我去年跟今年的2次工作坊下來，我發現其實很多國外的大師，他們也一直都在打破規矩。那他們想要去打破的東西，想要去實驗的東西，其實在他們那個發展的過程當中，都是有很多困難的。他們也不是說好像一下就成功，或一下就很受肯定。台灣跟國外，當然好像我們還在跟國外學習，可是我覺得台灣的團隊其實實力，或者說我們在技巧或身體的素質上，真的一點都不會輸給國外的表演者。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同步啦，就是說我們雖然不是說特別，台灣的團隊不是說特別厲害，可是我們跟國際有接軌。因為就算太陽馬戲團這個故事，大家可能都很知道了。我覺得比較值得講的是說，如果太陽馬戲團最後還是沒找你，我還是會練啊。對啊，我現在回頭來想太陽馬戲團的經歷，那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因為就算我沒有去，我還是會練。為什麼？那是我的內在動力。小朋友在玩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問他說為什麼你喜歡這個，他就會說因為我喜歡嘛。因為你喜歡，你很投入，你很專注，你很忘我。你全心全意的就會在這個上面，他給你的回饋就是你看見你自己的進步了。在今日個太陽馬戲團嘅成效也20年裏邊啦，一定有名哦。不過喺影片當中看到伊講嘅講演嘅部分咧，就係講勇敢實現夢想，主要路提講嘅。今日聽伊講嘅許多議題，實現夢想嘅路向其實有幾多矛盾，還有乒乓刺差嘅部分。我感謝伊很同人講嘅，因為我感覺我講出嚟嘅唔係咁簡單嘅事情，我哋未了解到我一出行啊提起個夢想嘅路向也唔係咁簡單嘅事情。不過我每日喺咩路唔可以離開馬戲，有個確定哦。我講我真珍貴嘅路係一個。對陳合先生錄卡出來過後，我繼續去士林沙子島附近呢，我去請一隻馬戲表演團隊FOCA。三下來我拜訪嘅一個馬戲團隊啊，伊呢有超過10位專業嘅團員哦，大家各有本領，同時風格非常貼合。我嗰想去地對我一個馬戲幼班嘅人來拜師學藝，伊呢會教我馬嘅。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伊哋融合傳統菜體同街路頭，韓國劇場藝術的馬戲團隊，伊能希望有一日聽演出台灣馬戲嘅精神。
讲到推动副卡有2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团长林志伟，一个是人才提好舞蹈的艺术总监李宗贤。你们当初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孽缘，其实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之前是云门舞集的舞者，然后在云门舞集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次刚好要演老师的一个经典作品叫《九歌》，然后就找到了自我。其实我们也是经历过很多次不一样的尝试，从小小的作品，甚至从商业活动的演出，3分钟、5分钟啊，然后10分钟，然后慢慢的，你可能彼此就会知道一些彼此喜欢的方向，然后大家对于演出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其实到最后，我们2个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宗旨，就是好像表演它不重点在于它的形式是什么，或者它的种类用什么，或者它用什么东西来表演，就是只是在于那个表演好或不好。要不然大家很容易会变成说，哦，这是舞蹈表演，然后这是音乐表演，这是戏剧表演，这是什么？然后这样去定义每一个表演的分类。但其实我觉得马戏它就是一个包容度很大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然后这很符合我心中期待的一个对表演艺术的一个想象。但是我觉得看到马戏是它有一个更开阔的一个视野，可以让我想想我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会是长什么样。可是你这样其实跨很大，对不对？因为我本身我不是在里面当演出者，马戏演员他们每个也都是练家子，从小练到各种不同的专长，然后那个专长又分那么多类型，所以变成对我来讲，我就是以一个身体为基础出发来跟他们合作。所以你就算不管你有没有物件，或是你只是单纯的本身的特技演出，你都一样需要你的身体来做表演。认真马戏做的表演的东西更丰富，故所以内容百变。在排练场当中，我发现有一对表演某位体技更认真的人。一龙，我们这边请。哇，好强哦，冠廷对不对？哇塞，太强了！我觉得帽子啊，就是你们杂耍很容易，就是我们凡人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一定很难，对不对？对，因为其实大家传统看到的杂耍都是那种球啊、圈啊、棒。那冠廷以前也是练这个出来的，可是他在大学的时候看到电视上面，觉得哇帽子好酷好帅，所以他就自己开始研究。因为我在大2的时候去美国一个国际杂耍比赛，然后去那边看到礼帽，对。亚洲是传统一点是草帽，对，那边丢飞很多的，对。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很有趣，然后就自己从国外买了礼帽回来，就自己开始练。哦，所以你要不要教我几招？当然，我觉得我一个都办不到，真的。我觉得这是我遇过最没有人一开始就办得到的，真的。我先讲片题也无，那唔会等下冠廷先生看到我按光8位医生杀了向我。羊齿在里面，帽檐里面，对，然后它就这样子，先侧的，然后拨它的时候，轻轻手往上提，看我一次哦，好，拨，就转1圈而已。哇，好漂亮哦！大家知道很难了吧？你才第一次而已，真的，再一次。哇，好难哦！轻轻往上提的时候拨它。哇，而且它是被你吸上来的感觉耶！我是完全是要摆脱它的感觉。啊，好难哦！有转了，有转了，好难哦！哎，有了，太棒了，太棒了！对，这个是很啊，我可以下班了吗？好难哦！天哪，光是这个就要学很久了。对，从后面戴帽子，头掉到背，再从背。哦，哇哦！我选定如果夜晚宿眠结束夜生活，我来下班呢。那啲先生点点的同难度加强的。好，反过来，这样子，这样子哦，然后弯腰，轻轻的哦。哎，对了，你要收我吗，冠廷？当徒弟。我们等一下帽子要翻1圈，戴到头上。Oh God！ 那我们现在先简单的动作，四指在帽子里面，对，然后大拇指摸着帽檐，对，然后我们先试着不要戴在头上，好，先自己翻1圈，手自己接就好。所以看哦，丢1圈接住，丢1圈接住，再多试几次，丢1圈接住，有了，你现在把它丢高一点点而已，然后接着变成是头，丢1圈接住，头去找他，头去找帽子。啊，太多圈了，你要照着你原本手原本的1圈，
所以其实手很关键，丢杂耍的手的那个力量跟那个劲，就是要非常精准，对，练到你自然的出，要一圈就一圈，出力的到底要多少？我再试一下，稍微丢高一点。你把我的头踢到这了，好不好？好难哦。可以啊！算成功了吧？有。其实可以偷的啦，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把它抓着这样。所以像你刚已经带到，你就不能抓。这样就手软去抓，就是说的也是。因为以前我们丢杂耍，老师都会说，就是不要想办法不要让它掉到地上，因为我们知道一掉到地上就是失误，就是失败。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用很狼狈接住，都算是成功。哦，对耶。对。像以前我丢数量很多，可能我平常练习的时候可以丢到30下。但上台很容易就对，因为上台老师都跟我们讲，你见好就收，可能丢5下10下就好，不用丢到你原本能丢的那样子。大家如果看到會做得嚟如何數碼嘅，梗係看唔參試，要咩好數碼嘅喲。我行喺來門困啊，也就按定住呢馬戲表演者啦。我们当初用它的时候，是因为觉得为什么特技马戏表演者没有在台湾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对，因为我们技术都是有危险性的，而且很容易被接受，就是你翻一个翻跟斗、后空翻这些，大家都觉得你很厉害，对。但是毕了业之后，却没有属于这样子的团体，对，然后我们就永远只能去帮一些戏剧团、舞蹈团加分，所以我跟志伟那个时候就想，我们应该要找一群真的喜欢这样子类型的表演，或者是不同领域的，但是也喜欢学习马戏的人，然后聚在一起，用出一个自己的家。一陣做得講係馬戲嘅島，未做得講係一群後生特技表演者嘅夢想所在。可能大家追求夢想唔放棄嘅勇嘅，我哋今天我再過來挑戰自家。胡佳老師太厲害了！你學這個多久啊？學這個大概4年。4年可以這樣子？你原本是學什麼？我原本是運動員，然後我在嘗試武術。然後我是選手退役之後，然後開始對空中有興趣，然後就開始接觸空中。這樣算跳蠻大的，對不對？有一點。真的哦。好，有沒有在開玩笑啊？這個是我要體驗的嗎？我能做什麼？你可以像綁一條豬一樣，把我綁起來，升上去就好了。讓你變成美美的。真的假的？飛上去。對，很難哎。我真經感覺到我根本有本人爭吃到，我先生還係有材料，我係能學嘅新腳嘅，故所以一家天我同我聽書團腳踏好來，我本人高壓一下。這個都好，那就這樣掛着。這個姿勢有點像小時候在爬樹的時候。真的哦，其實一通呢，因為我哋譬如幾個時間都有去嘅綜藝團嘛，去學因的呢款，頭都那有講，平常時冇練到嘅部位，假使一通啊到嘅熟嘅，也可能講係補，唔過伊才那按行嘅時間，如過硬，其實係過硬嘅東西，啊唔會按你นั่啊去啊，平常冇練，其實過通，然後更不用說。我的核心在哪？我還沒找到。他好像還在屏東哦，沒有跟我上來的，所以等於他上過唔啲上去嗰樣，可能狗眼摸去講啦，唔過如唔啲個唔挨嘅，可以撐到那麼久嘛，就不知道。好來喲。奔月了！哦，我覺得我比較像玉兔啊。好，幫你轉面。可以嗎？好，目前好像還可以。但你們還會可以控制自己的方向，對不對？我就沒有辦法。有的時候可以。對。不好意思啊，我沒有辦法轉過來。你把你的重心微往左邊去，然後左手放掉，左手放掉，右手抓着，對，美美的。看我這台。認真是才溝通，我真嘅冇辦法繼續。
欣赏歌不中表演歌，我爱先抢词下来了。所以刚刚胡椒汁还翻滚了很多吗？对，好夸张哦！不要喊。不过说可以给提供给我一台的立的人，让谈的都安内，让做的都安内的事情，因为我很难想象你还要滚下来，然后做很多动作，哇，非常困难。而且我上去啊，其实路还刚讲，我脚好痛，一直都在想这件事。对，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哦，真的、哦。因为平常我们踩地板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对。所以你很少会有机会，除非你去脚底按摩，他会这样帮你按一按。但其实这个他就是一直在帮你做这样的事情。对。而且它其实绳子一扭啊，非常的硬。对，而且你全身的重量，你只有一个支点在那里。对。所以那个地方会比较不舒服。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是要。我有冒险家的精神，家庭我再过来吃，挑战韩国男的高空除雕，希望下摆我会成功克服痛的问题。哦，然后你可以先全部蹲，全蹲，然后重心放前面。拿手，对，标准，这样子标准。是的，就是这样。哦，高痛，如何克服？我先克服嘅，你嘅脚囊轮高痛的感觉，那有可能做配的事情。然后现在你慢慢站起来，两只脚慢慢站起来，手往上抓，好，然后选择你习惯的一边做劈腿，试试看就好，双脚打。这样吗？是的。要侧面比较好看。啊，痛啊！左边都可以。两只手抓到同一边去。两只手。对，两只手抓。好，请大家莫去注意，我按芭比嘅用诶，现在高空除掉端正改通，我已经冇办法去估嘛嘅形象诶。啊，我的妈，好痛！好痛，好笑。帮你站下来啊！好，谢谢。正常练完的画面，其实通常都是长这样。好痛哦！我常常跟学生说啊，谢谢。你看是很多很美的事物，其实它都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它才有到最美的地方。真的。对。而且真的做了，你知道有多远它跟离那个感觉其实，而且是你离那个美有多远，就是稍微可以知道。对。但是它还是可以经由训练，然后慢慢的成为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我一下脚啊，嗰痛呢，都哦，嗰種腳唔係切㗎，我那上去某一腳，都係可能1分鐘誒，搞某位啊，還有一個很多除雕，嗰難想象都係伊能按嚟明年，按嚟因練，練嚟幾多年，有啲東西係靠一個技術的，技術都。我即個有在練舞嘛，有在練東西嘅人都提講，練係幾古時嘅事情，因跌嚟講揚起來，我引起克服你嘅挫折感。當然你嘅挫折感都是很短暫，就是你現在這樣丟，它掉下來就是沒有。你如何會發韓國都會時間去養，安尼廿4年明年安尼做，上會做到這個學業嘅，唔講幾萬米幾講嘅東西。有的東西從那個抽掉，還會痛。它不只是練習吼，養生方愛去愛嘅嘅艱辛啊、痛苦，其實我感覺幾多，尤其像我初學者，非常痛，真的感覺非常痛，因為要得東西平常唔可以鍛鍊它嘛。味道嘛嘅呢，如何味道，我看到幾講嘅嘅畫面，佢說你說假如係安尼吼，如何？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我也如何嘅貴講嘅東西，非常多貨。愛講愛好看，佢是為千變萬變演練哦。一直到我自家設計體驗咪冇為戲法盤除掉過後，我正經歸復一到馬戲藝術的表演者。其實從小到大。家長、老師都一直重複在問我們這些科班生說：“你知道你畢業之後幹嘛？”
应该说不能说科班，我们现在剧团的全部人应该都是，就是在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表演艺术。我爸每次前几年我刚做的时候，他也都会因为退伍嘛，然后衔接工作就开始做这个，继续延续这个事情。然后我爸就每天就问我说：“哎，你这样到底可不可以生活？你这样到底有没有问题？”可是他后来看好像还过得好好的，没怎么样，他到后来就也没有饿到。我原本是运动员嘛，所以我原本的设定项目就是我要当一个好选手，我要当一个好教练，然后我要进到学校里面，然后教更多的选手。对。但是因为在做这个之前，我以前就对表演啊、艺术类的东西、音乐、美术这些有感觉。可是因为家里状况的关系，所以我选择去当运动员。对。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看到冠廷他们组团，就是我刚刚有说嘛，他们会在地下室练习。对。然后就觉得哇，好帅。就是那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翻滚啊，翻滚。其实很难看到也是在练，真的是我。对。你不太可能在路上看到一群人在那边练马戏，那边练翻，那边手所以不是在讲我，所以在练习，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所以对其他人来说，这个运动这个练习是很特别的，会容易吸引人。所以就是看起来觉得很酷很帅，就是怎么还有我没看过的表演形式。然后所以其实团队除了像家一样，它又是一个让我圆梦的地方，因为我从小就有一点对表演有感觉，表演欲。然后刚好进来之后，对，然后就是完全跟选手是不一样的事情，对，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比到我一群有相同理想的朋友一得到。福卡是台湾少数马戏团队有2年风之徒的团体，认真团长之位，想为大家做得安心表演。每次有时候我会工作比较晚，因为我现在做整个幕后工作、行政面，所以有时候自己真的，一工作过了2点3点，然后一个人这样走下去，我会觉得我们怎么有一个这么大的排练，就是还是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尤其是我们又是一群，可以说什么都没有的，我们也没这一群大部分人都是靠着自己在台北市生存着，然后我们拥有的技能就是身上老师所给我们的这些特技的专长，或是每个人专长，然后就这样子和在一起。这个团是什么样的团啊？对你们来说，很友善。你不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像，就是 friendly 啊？应该说表面上是表面上很友善，然后实际上很友善。实际上很友善，表面上其实一点都不友善。我对你很友善啊。会吗？表面上会不友善？这酸一下，那边酸一下，这边吃一下，在这边心理素质要很强的，跟风社会潮流互相伤害。对。讲就讲係相互傷害，不過其實嚟看，福卡確實係一個鬼相識嘅團隊，大家喺夢想同現實的一條路上相互支持。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家，对不对？它现在其实已经盖好了的感觉哈，就是跟8年、10年前比起来，差别很大吧？很大。对，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还有经历到，可能他想要交通工具。机车，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嘛，然后大家就会，我帮他抽一点，他帮他抽一点，然后或者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认知，就大家知道表演艺术圈其实工作是很不稳定的，对，薪水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有可能真的是这个月他没什么赚到钱，或者是这2个月，所以搞不好志伟我也好，我有遇过啊，就搞到这个月没什么钱，然后志伟有存到一点钱，要不然这个月房租我先帮你垫着。学费付出来，先 cover 一下。对，所以真的就是兄弟耶，吼。共患难，真的是共患难。同一条内裤2个人穿。很恶心的事情只有你做得出来。只有我是，只有你会穿别人的内裤。什么啊？向下出汗練習，向下歡歡喜喜講嘢的，也都係福卡平常時嘅生活。是講莫看伊人係一群好講笑嘅大細阿哥嘅，所以一上到舞台，傻傻都改凳子，改打人。
大家會喺團藝強用本表演想到看到唔會再眼無呢，接下來談論藝強下直接嚟看後台。今天是我們就是第一次的總彩排，對，也是我第一次這樣子完整看到完這樣子，因為我比較常這樣跑來跑去，對啊。感覺怎麼樣？感覺距離我的期待還是差一大點這樣子。合作到後來有一個中心思想是，我們都會雖然以導演為主軸，就是他來表達他作品想要傳達的意念或概念為主，但是我們都要有背後有一個很深的一個理想，是他們要執行出來的東西，還是只有馬戲演員做得到。縱使它不是真的這麼技術或什麼，但是你就是辨識得出來，特殊性，這是馬戲演員才會做的，這不是舞者也能做，或是戲劇演員也能做。哦，我講過悟空也出去寫意吼，我哋對孫後嘅有啲位固定印象，其中有啲印象都係伊係千變萬化嘅。福卡也按到6、7年呢，伊呢用自家嘅眼神來表現出孫後嘅孫悟空以千變萬化嘅形體。不過某種程度呢，下巴也會講嗰種係強殺人意無強用嘅神經。我冇想到馬戲會按嚟來表現我哋過9年以前嘅故事，也個呈現形式我冇想過，我感覺非常奇妙。究竟台灣嘅馬戲係乜嘅？福卡伊呢未限睇嘅錢。唔過為到愛韓國多年來認識馬戲，伊能未開始喺各地推行其他的計劃。所以，我們今年其實也為了我們的下一步的後續，我們也成立了一個教育推廣。我們想要透過走進學校、辦工作坊，讓更多人認識什麼是馬戲，走進大家的生活裡面。因為你一直在希望大家買票進劇場，可是沒有人知道你這個東西很難啊，所以如果我今天教了你，哇，你有體驗丟帽子，你就會知道，這個真的很難。你在看表演的時候，你就覺得，那個真的太厲害了，我一頂都練不起來，你還可以用3頂，你就會感同身受，你就會知道這東西很厲害。而且原來現在的馬戲又可以有背後的故事，跟他想要傳達的意義是什麼？Ladies and gentlemen, Foca！ 無論係成合先生，也係福卡一群後生嘅表演者，眼神係伊能唯一的寶，伊能都充係台灣當代馬戲嘅素養。對伊能嘅眼神中，我看到一種前世故鄉一次嘅熱情同堅持。台灣嘅馬戲風氣怕冇辦法從歐洲引進，不過看一群後生一代嘅表演者，我依從看到嘅希望。